以為 LV 已經夠老字號，唔好意思，Goya 仲老，因為 Goya 呢一個品牌早喺1792年就已經成立，足足比 LV 早咗62年。LV 係1854年成立，而 Goya 已經係巴黎街頭賣緊高端行李箱啦。Goya 嘅袋有乜嘢特別？答案就係 Y 字圖案。呢個圖案唔係用機器印上去，而係手工畫上去，每一筆都係由工匠親手完成。你睇下咁樣嘅工序，令每個袋都變得獨一無二。可能會問，手工畫咁麻煩，值唔值得？佢就要講到 Goya 嘅品牌哲學啦。佢哋嘅理念係低調奢華，你唔會喺 Goya 手袋上面見到大大個 logo， 亦好少會見到佢哋喺社交平台瘋狂打廣告。相反，佢哋靠口碑同埋品牌歷史。Goya 選擇用稀缺性同神秘感去提升價值。佢哋嘅銷售點全球少之又少，仲要唔係隨時有貨。呢種得唔到嘅永遠係最好嘅心理，令 Goya 成功打造咗一個神秘高端形象。由於每個袋都係手工製作，產量極為有限，二級市場仲極之少有，因為 Goya 用家好少會放出嚟。如果你喺澳門二手市場見到 Goya 袋，可以考慮入手，因為價格非常貼地。最後，如果你嚟到呢度，證明你對呢方面好有興趣，佢不如喐下隻手指點個關注，仲可以將呢條片推俾鍾意買袋嘅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！